高雄的寿山，若有山乌大的地形哦，佮有百外的山洞，逐当哦拢会限时限量来开放。今年专家学者监测，确定讲其中的4个山洞是稳定的，所以对这个月开始哦，就开放予民众申请。也毋过，就爱有专业的巡守员陪同，才会当入去山洞来参观。它在这里面水滴滴滴的那个石头在里面滚动，形成一颗小珍珠这样一样的，它自然滚动。专业的巡守员带头解说寿山金鹿石洞要安怎形成，因为寿山是石灰岩的地质，伫125万年前就形成金鹿石甲石条等等地势地景。其中4座石灰岩山洞是经过专家监测是稳定的状态，这个大自然美景这个月嘛开放予民众来参观。石灰岩体吼，伊是属于这个碳酸钙的这个材质吼，伊受到这个雨水的冲刷吼，会慢慢融化，了伫这个下骹吼形成这个天然的这个洞穴。寿山园区自106年开始，但年11月到隔当年4月都会开放民众申请。其实寿山拢总有100外个石灰岩的山洞，不过干那开放这些个是考虑到安全，嘛袂搅了内底动物。早期因为无管制，煞出现民众去入至金鹿石顶悬。因为这个洞穴太气密了，它各位走山大概花不了10几分钟而已，所以太容易到达地方，反而破坏最严重哦。那我们选定4个比较安全的，那经过环境监测 OK 的4个洞穴，所以开放给一般的游客。洞穴需要雨水来成长。第二个，游客进入洞穴因为有水易造成危险。但年拢游客爬寿山，因为无实在地形，致使受伤甚至死亡。今年就通报8位救伤，4位找无路，因为山洞加压贴，甚至是军事管制区。主管处就提醒民众，千万唔通家己入去，要有专业的巡守员陪同，除了会有性命危险，阁会面临3000块罚款甲刑罚责任。记者张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